最後第三類啦，就係資源提供者啦。資源提供者就係一啲女人都覺得佢都叫做有吸引力嘅，但係都睇到對方有長遠發展嘅可能性嘅男人。咁所以就算女人覺得呢個男人係有啲吸引力都好啦，好多時佢都會控制住自己，唔會俾 sex 發生得太快，因為佢驚呢啲男人係會接完鬆啦，同埋佢都想透過 hold 住性愛，能夠換取到更多男人承諾喺自己身上做佢男朋友或者做佢老公等等。你明白咗以上呢三類男人嘅話，你覺得女人最想要邊一類型嘅男人呢？喺公開答案之前，請你記住三個男人其實都係擁有唔同嘅特質同埋特徵嘅。譬如朋友就係一啲可能好細心啦、好有愛心啦、會積極聆聽條女啦、會為佢解悶啦、鼓勵佢、支持佢啦、會去零批判地接納佢任何嘅呢啲特質。而情人就係一啲又刺激又興奮啦、好有挑戰性啦、身體上夠性感有型啦、有魅力啦、又識啲搞笑啦、輕鬆好玩啦，令佢有一種打破常規、與眾不同嘅感覺。最後資源提供者啦，就係可能都有部分以上呢啲咁樣嘅特質嘅，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佢係一個財務穩定、有資源、有地位、提供到安全感、可靠嘅人。